好，来继续来看光复乡大进村的大进国小，有设一个临时的收容所，即卖是900个受灾户临时的家。但是一度传出讲，因为要恢复上课，所以要把这个灾民迁到水尾乡。这是让灾民真不满，因为两个所在差20多公里，伤远咯，要清理家园是真无方便。讲即卖改变啦，灾民继续住，唔免搬徙。换个学生刷到其他学校去上课，但是要安怎来接送这学生，嘛是一个考验。读册倒啊，甲椅啊刷到走廊。花莲光复乡大进村的大进国小有900受灾户暂时伫遮安置。不过即摆学校要复学啊，灾民唔知要何去何从，难免的烦恼。收容在大进国小的灾民，他们的衣物都还挂在操场上面，但是呢，一度要他们转点到比较远的瑞穗，也让灾民好烦恼。跟我们商量啦，叫我们去瑞穗住啦。然后我们去瑞穗，我们交通不方便啦。我们回来要几点了？然后早上去到那边要几点？职工6点就来，有的6点就来了呢。家都躲过灾难，灾民即马是有路无厝，唔知影会当去倒，互因是真不安。学校阁打出公告，希望灾民伫9月29天里应发的不满。毕竟对大进国小到瑞穗乡至少有20公里远，要清理家园或者是联络亲戚朋友，拢真无方便。中央接到点情，即马也出现转机。这些的学生会就近接驳到邻近的学校，让这些学生就学不间断例如说像太白兰国小或是富源国小，学生啊，该到附近的学校读册。也毋过接送车吊牌，要安怎接送？也有囡仔敢会当接受无共的学习环境，这拢是考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